后来乡亲啊，回头来看，你即届的事故过往的21回蔡会官，伊是志愿役的宪兵，做兵时伊的趣味，伊住伫咧台南的关庙，趁即届清明的年假，甲亲友约伫咧花莲要来会合，要做伙出去佚佗，想袂到拄着不幸。台南归仁分局一透早伫花莲的殡仪馆提供正道的协助，互家属顺利移灵回乡。 家属手旁连坐上车，台南市归仁分局的警察车做前导车，日回蔡会官为殡仪馆启程，要返去台南。家族包游览车下来花莲，那因为本来是说会有专车接他们，然后刚好就是专车方面人数不够就没有，对，所以他就说那就从台北弄过去。 家属表示，蔡会官伫台南宪兵队服务，以前关卡真大心，自细汉就品学兼优。因为伊的兴趣是爱运动锻炼体能，所以讲去做兵。这几个月拢伫台北受训，即摆假期出来人要去东部佚佗，伊就为台北坐车去花莲会合，想袂到半路拄着不幸天人永见。我会先停在家里，让他停一下，让他看一下家。借由我们警察一点的帮忙希望这个遇难者能够获得安息，能够抚平家属的悲痛的心情。台南市归仁分局甲家属联络后，提供前导车的协助，希望讲予蔡会官能够较顺利移灵回乡。